俄罗斯伫明年3月17日，因要举办总统大选。主张和平反战的前电视台的一个查某记者，叫做邓佐华，伊进前冒去登记讲要参选，也过说，互因的中选会讲，伊申请的文件内底有真侪错误，已经甲伊退回。伊不好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也过27日时嘛互驳回。即马邓佐华确定无法度参选总统，也过伊无放弃，伊即马要创立新的政党，要推动俄罗斯的和平、自由和民主。穿浅蓝色的大衫，俄罗斯女记者邓佐华伫法院听证会内底说明提起诉讼的原因。俄罗斯明年3月17日会举办总统大选，进前做电视台女记者，暂时是地方议员的邓佐华，要呼吁俄罗斯政府应该赶紧结束俄乌冲突。为了参选总统，依照规定得到超过500名支持者的提名，20去申请登记候选资格。验过俄罗斯中选会所用提交的文件有评字编排错误等等超过100错误做理由。第23拒绝伊的申请，伊了后马上决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все равно принимается решение где-то не совсем в кабинете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комиссий, да. 验过第27日，最高法院驳回邓佐华上诉，等于是禁止伊参选。对此，邓佐华认为这是剥夺少年的俄罗斯人在政治体系内底表达观点的机会。当时阵嘛表示，伊会开始努力创立家己的政党，来推动俄罗斯的和平、自由和民主。Потенциально сегодня нет партии, которая бы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нет партии, которая бы транслировал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ценности за мир, но при этом еще и отстаивала их.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ыступить с инициативой созд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оторая бы нас всех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无法度参选的邓佐华，已经呼吁支持者转向协助公民倡议党提名的候选人纳杰日经，协助伊联署来得到参选资格。伊甲邓佐华同款，拢捌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暂时俄罗斯真济政党已经各自提名总统候选人。俄罗斯国会第2大党俄罗斯共产党就提名资深议员哈里托诺夫，嘛成功交出竞选文件。验过俄罗斯共产党甲其他政党，拢互认为是表面的反对派，普遍拢是支持普廷的政策路线，已经掌权24党的普廷，如果明年会顺利连任，得到新的6党总统任期。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